好咧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又要做下啲例子俾你睇下啦。譬如好似呢度第一題，我要2加2再加9。咁我點做啊？首先2再加2再加9加10減1，咚，13啊。咁第二題咧，4加9加5咧，我哋可以4加9加10減1，咚，13再加5，飛針，咚，18。咁如果係7加9加3咧，7加9加10減1，再加3，咚，19啊。咁如果係6加2再加9咧，6加2，1、2，再加9加10減1，掉，係17啊。咁如果3加9再加7咧，3加9加10減1，掉12，再加7，5、6、7，哇，19啊！19啊！我都可以連續加9啊。譬如2加9再加9，2加9加10減1，再加9加10減1，變咗20啦。20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兩個10啊。咁如果係5加2再加9咧，肥身再加2喎，1、2，再加9喎，加10減1，16，減都得嘅喎。譬如7減1再加9加10減1，得啦，15啊。咁如果係9加3，1、2、3，變咗12，再加9就變咗21啦。不過呢度你要記住喎，我哋要順數9啦、10啦、11、12，數3格㗎。嚟一次咯喎，數1、2、3，變咗12，再加9加10減1，得啦，21。咁你睇下啲特別題咯喎，譬如5加9再加3，肥仔5加9，哎呀減唔到，哎呀減唔到啊！唔緊要，我哋可以咁樣減㗎嘛，變14。記住喎，5減1變4，嚟一次，5減1變4，再嚟一次，5減1變4，再嚟一次，唔嚟啦。5加9加10減1，14，跟住再加3啦。點樣加3啊？我加唔到3啊，唔夠手指啊。順數啦，1、2、3，得啦，17。所以你要記住啊，順數我哋都要記得點做㗎。譬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調翻轉你都要識數喎，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4加1，係5。4加1、2係6。4加1、2、3係7。7加3，1、2、3係10。7加4，1、2、3、4係11。順數你都要識數㗎。
我哋嚟一條特別題，第2題啦。4+1再加9，4加1，變咗5，再加9，變返14啦。嚟一次，4加1係5，我哋再加9，加10，減1，變14。咁如果7加2加9咧？7減2加9，7減2加9應該點樣做啊？7減2，變咗5喎。啊，咁加9點樣加啊？一樣，加10，減1，14啊！哈哈哈哈！完成啦，拜拜。